咁呢一條片我哋睇一個例子，望一望個免稅額表、扣除表點樣去用啦。咁呢一度張三係已婚啦，佢哋選擇合併報稅嘅，兩公婆一齊報稅。咁有一個仔啦，唔需要供養父母，月入34,000蚊，係出13個月糧。並且咧居所貸款利息供緊樓嘅，佢俾咗15,444蚊。咁啊計翻以下嘅幾樣嘢。第一樣全年入息實額嗰個總收入。咁啊，月入34,000啦，咁啊乘翻13個月。咁佢嘅伴侶，我假設冇翻工啦，因為佢冇特別寫出嚟啊嘛。咁所以就咁34,000乘13，44,200咧就會係個答案。好啦，然之後 Part B 啦，應課稅入息實額就係講緊用個總收入減晒頭先兩個表符合要求嘅項目。咁我哋嚟啦，44,200。咁啊，第一樣減啲咩咧？我會減兩個13,200嘅，13,200乘2，因為兩公婆咧一定會享有基本免稅額噶啦。咁兩個人咪乘翻2咯，因為係基本免稅額。嗱，我唔逐個全部都揭翻上一版啦，我費事彈嚟彈去。OK， 好啦，然之後下一樣啦，年幼兒子頭先講過，有仔女嘅話咧，每一個係扣13萬嘅。咁你可以減翻13萬，咁呢一個係兒子。再落啦，供樓嗰個利息其實係可以扣稅嘅。嗱，我哋望翻前面喺個扣除表嘅嗰度，呢一行基本係10萬㗎，咁啊15,000幾咧係可以扣足嘅。咁所以呢一個就減15,444，咁呢個係嗰個利息啦。好啦，咁啊唔好停喎，題目咧有個位置好陰濕嘅，佢冇提你扣翻 MPF 㗎，得唔得？佢未必提你嘅，你要再扣翻 MPF。嗱，你望到嘅佢月入係封咗頂㗎啦，過3萬，咁所以一個月係俾緊1,500，一年咧係俾緊18,000，嗰個封頂數嚟嘅，你減翻18,000，咁呢個係 MPF 嘅部分。好啦，咁扣晒之後你撳機啦，咁呢一個就係個應課稅入息實額啦，就係14,556。嗱，呢一個唔係最尾嗰個交稅個款項啊，我哋陣間會用呢一個數再掉入去累進稅率嘅方法裡面再計嘅。不過呢一個咧，我下一段片再講。OK， 再嚟總入息淨額。總入息淨額係講緊總收入44,200，然之後而家佢就係可以減扣除表嘅嘢，基本免稅額喺免稅額表裡面，兒子喺免稅額表裡面，咁所以呢兩個咧就冇得減嘅。但係個居所貸款利息同埋 MPF 咧喺個扣除表裡面，咁所以呢兩個可以照減，你照減15,444同埋18,000。冇啦，咁我哋撳機，呢一度就係40,08,556。咁同樣啦，呢一個咧唔係最終要交個款項啦，我哋會將呢個數咧再掉入去標準稅率個方法裡面再做運算嘅，都係下一段片咧我會再示範。咁所以呢一度我純粹簡單講一講，就係呢3嚿嘢點樣去計總收入、應課稅入息實額同埋總入息淨額，佢哋個分別。咁我哋下一段片咧就真係計稅啦嘅一個完整嘅例子。